再照翻頭先嗰個話題啦，講翻韓信點解佢稱為兵仙，就係因為佢喺兵法上邊嘅天分係非常之高嘅。咁佢從來都冇學過兵法，但係喺劉邦拜佢為將之後咧，佢就用咗一箭就打響咗自己嘅名聲啦。咁呢一箭係乜嘢咧？就係講緊嘅就係出漢中嘅戰爭啊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。咁佢通過呢一個修棧道嘅方式咧，去迷惑到三秦嘅對手。講緊三秦嘅對手係邊個咧？佢嘅對手就係章邯，呢個亦都係大秦嘅名將嚟嘅。咁可以力挽狂瀾。如果冇項羽嘅話，其實秦朝都仲可以繼續苟延殘喘一段時間嘅。咁佢嘅一個出名嘅地方係乜嘢咧？就係利用咗所有嘅兵就臨時徵調嘅嗰啲兵都係奴隸嚟嘅，都係監獄裏邊嘅犯人嚟嘅。但係佢通過呢啲烏合之眾咧，可以足以同項羽去對抗一段時間。咁當然啦，羽之英勇，千古無雙。咁佢遇到嘅對手係項羽，冇辦法啦，佢就係輸喺呢一度。咁被項羽發配喺三秦嘅地方，係喺度 hold 住咗劉邦，唔俾佢出嚟嘅。咁 OK， 韓信被劉邦拜為大將之後咧，佢就通過呢個明修棧道嘅方式去迷惑到章邯，令到佢知道，我係要行呢條路出嚟嘅。咁其實唔係嘅，佢係行咗陳倉古道啊，暗度陳倉，講緊嘅就係陳倉古道。當其時咧係有一條好細嘅路，但係呢條路咧冇辦法大軍去推進嘅，所以章邯呢個守將咧，佢就冇辦法去預計得到韓信究竟係喺邊度出嚟，佢只能夠喺明面上面嚟睇，韓信係修緊棧道喎，咁我咪喺呢方面擺翻兵力去相對應去做防禦咯。咁其實韓信佢係行咗陳倉古道出嚟嘅，咁所以咧，當韓信出咗漢中入到三秦呢個地方咧，章邯係倉促咁去迎戰，所以咧一戰而定，韓信嘅名聲就咁打響啦。咁夠咗2分鐘未咧？如果冇夠2分鐘，我就繼續講噶啦。夠咗2分鐘，我就可以cut咗下一段啦。